今次州政府佢話願意提供提名嘅即係組別有邊啲？嗱，咁佢就會講明咧，佢可以提名嘅組別咧係包含咗咧係以下呢幾類國家級研究人員啦、企業家啦、創科投資者啦同埋其他優秀人才。簡單啲講，其實差唔多所有人佢都肯願意提名嘅，只要你能夠達到佢嘅要求咧，唔同群組嘅申請人咧都可以即係獲得有機會係獲得佢提名啊。咁係咪其他州都係咁咧？一陣間我哋再解釋，唔係㗎嚇。咁所以今次南澳咧，其實佢係吸收得幾廣泛嘅。投資移民大家都知係就係企業家同埋投資者啦，能夠為南澳提供高端科創產品及承諾打造對南澳有重大利益嘅企業嘅經驗。嗱，即係話咧，唔係話就咁有經驗就算啦。咁咧就係去，亦都係要咧係創業嘅。其實都好似之前188E嘅要求，就係話你都係要去南澳嗰度去創業嘅。OK， 咁但係比之前188E嘅最大分別咧，就係你必須要提供好有力嘅證據咧，去證明你係有相關嘅過去嘅成功經驗嘅，係有 track record 嘅。前188E咧就曾經出現冇相關經驗嘅申請人咧，咁即係花好多錢啊，咁樣去打造咗自己咧，係成為一個好似係商業奇才商業奇才咁樣啦，去透過呢個 visa 去能夠可以移到民啊咁樣。咁今次 NIV 咧，基本上就將呢一個漏洞咧，希望堵塞咗佢。你 convince 到南澳州政府嘅話咧，你攞幾多錢？你話係只需要投資幾多錢？你能夠 prove 到你呢一個 idea 係 viable 嘅，係冇一個明確嘅要求嘅。即係我哋叫冇 minimum investment threshold 嘅英文叫做 OK。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其實佢個目標就係想即係針對一啲我哋叫 startup company， 即係因為好多 startup company 其實佢哋個創立嘅時候個成本都唔係即係資本唔係好高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嗰個要求。咁大家其實如果熟悉188E，基本上發覺係好80%相似。OK。好啦，咁跟住咧就到創科投資者啦。咁創科投資者咧，佢亦都有一個要求，又係成頁紙啦，我就將佢 summarize 咗一句啦，就係要具備科創投資以及協助科創企業集資上市嘅經驗嘅。OK， 亦都要提供咧對於相關投資響南澳開展嘅一個策略。咁解，咁就冇話過你一定要自己係擁有嗰個企業，但係你就即係需要係協助過佢集資上市之類嘅經驗。咁熟悉澳洲資本市場嘅朋友都知啊，其實澳洲呢一方面係真係差啲嘅，即係唔同之前嘅188B 啊或者188C，你一定要買什麼150萬州政府債券啊，或者係250萬嘅投資產品，就冇呢一個嘅特定嘅要求，但係唔代表冇。只不過係話佢希望由你去發揮喺你嘅計劃書入邊，究竟講你想投資幾多錢？咁佢有好有用嘅資料，就係佢講咗啲唔接受嘅業務咁因為呢個好緊要，即係咁佢就提出咗佢話嗱，唔好乜嘢都當自己係科創業務。佢話有啲即係如果大家係經營過之前嘅業務嘅話咧，一般嚟講咧，佢就係唔接受噶啦。嗱，咁邊啲咧？咁我就介紹一下啦，就係餐飲業啦，唔好意思啦。如果係開餐館或者開餐廳咁之類咧，唔好意思啦，佢就唔接受嘅。一般普通嘅顧問公司都唔接受。一啲外判業務嘅公司，特許經營亦都唔接受。或者係話，我聽日就走去買間科創公司，咁當我有經驗得唔得？佢話唔得，即係收購業務嘅亦都唔接受。房地產零售業唔好意思啦，佢都唔覺得係科創，我又唔覺得係啊。其實有啲零售啊或者係房地產都好高科技嗱，但係呢啲係佢舉例啦。咁但係即係佢而家就咁講咗啦嚇。咁當然啦，州政府會唔會之後有改動咧？我哋就唔知嗱。咁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